有一回咧洗头，帮客人洗头，吼，洗洗呢，有人去讲，裴先，有人考电书打现啊，讲吼几个下卡天洗头的啊，哈，我想讲，特别有天洗头的考天书单爱，结果系因为吼，家师傅客家电视台刚成立，然后买了一些，就是比如说。比较优质的节目，想要配成客语，那他们想要四海大平安嘛。那安呢，就是比较卡楼上音那上卡抖，老人家声音比较多，所以他们想要找年轻一点的声音。哦，啊，是原因是考天书问阿姨，阿姨是讲，几搭分啉呢？啊，因车查落台北几毛位，以前还没有高铁啊，要坐日统，日统客运要4个小时到5个小时。阿姨是讲几毛位？佢想想的啊，爱唔啊，爱唔到台北啦，迄考天书得贵啦。